讲到即马国内流感疫情是渐渐咧严重，政府已经宣布要买10万剂公费预防剂，望讲会当伫咧2月20进前，会当先提供予65岁以上甲幼婴仔等11类对象来做。因伫咧新北市下晡伫新庄丰汇广场的注射站，是提供最后一批公费预防剂，总共是300剂。未到中昼12点，这号码牌就已经发了啊。 排队的人对内底大厅排到外面的广场人行道，因为新北市新庄丰汇广场早到下晡开设疫苗的注射站，提供公费流感加新冠各300剂疫苗。最后一批疫苗无想到中昼12点，这号码牌拢已经发完啦。顺利注到疫苗的民众一直讲家己是真好运。 7点就起床，然后8点半就到这边排队了。那就是还是很多人来打，对，没有因为寒流的关系。其实我年前就想要打了，那因为一直预约不到那个医院的，就是都打完了，想说，那红会有这个活动，那我想说，那就可以现场来排一下。 受到艺人大 S 饲鱼丸，因为为着肺炎加新的影响，最近大家拢想要做疫苗，加上国内流感疫情继续升悬，最近2礼拜新增加25例流感死亡的病例。另外，美国也爆出15年来上界严重的流感的疫情，有超过2400万人去为着流感，13000多人因为流感死亡。所以讲，医师呼吁要出国的民众加高风险的族群，应该赶紧注射疫苗。慢性疾病啊，糖尿病啊，有慢性那个肺部的那个阻塞性的疾病啊，那气喘啊、心脏病啊这些病人就最好来打一下。因应最近流感疫苗注射需求，行政院决定，再买10万剂公费流感的疫苗，预计这礼拜发表，疾管署会甲地方的卫生局讨论配送的数量，希望2月20会开始做。 我们预计希望在2月20号之前就能够开打，所以这些行政作业最好能够在下个礼拜就能够做一些确认。疾管署讲，这批新买的10万剂公费流感疫苗会优先提供予65岁以上的老人、安养的机构、6个月以上到入学进前的囡仔，也有新的妇人人，这11类的对象来注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